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5月25日沙田日馬，共11場嘅草地賽事，開跑時間係當日嘅晏晝12點30分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兩匹。至於跑馬仔指數係會電腦分成 A、B、C、D 4個等嘅級別，如果沒有級別嘅馬匹，代表電腦確定為不確定性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一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一場新馬1200米，馬膽係8號快活精神，配呢個潘頓孭121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7號勁進勇士，配呢個布文孭126磅，第二匹配腳1號不勞而獲，配呢個周俊樂孭131磅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4號光年情長、10號星象。第二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3號龍之光，配呢個奧爾文孭132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7號白路金剛，配呢個霍雲星孭127磅，第二匹配腳14號發光發亮，配呢個蔡明少孭116磅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佳運發、4號特別美麗。第三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10號的愛好，配呢個麥道朗孭126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9號可靠大師，配呢個布文孭126磅，第二匹配腳8號澳遊波士，配呢個楊家俊孭127磅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4號線路光環、1號跑得好快。第四場2班1400米，馬膽係1號包裝天象，配呢個潘頓孭135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7號米奇，配呢個韋紀力孭119磅，第二匹配腳4號進跑得，配呢個霍雲星孭121磅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8號曾友、2號勁進輝煌。第五場4班1400米，馬膽係4號人人有餘，配呢個黃志雲孭124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1號喵喵怪，配呢個布文孭135磅，第二匹配腳11號新力嬌，配呢個艾少禮孭122磅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騰得區備、6號嘉應晉升。第六場4班1600米，馬膽係5號火焰閃爍，配呢個潘頓孭129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10號君智勝，配呢個潘明輝孭121磅，
匹配腳2號試跑德，配呢個布紋134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奇次鬥士、11號精算特殊。第7場4班1004米，馬膽係3號紫荊拼搏，配呢個潘頓132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1號太太精神，配呢個麥道朗135磅。第二匹配腳係4號勁沙塵，配呢個布紋130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4號銳一、6號超越夢想。第8場 G1 賽事2400米，馬膽係1號遨遊氣泡，配呢個麥道朗126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10號有目共賞，配呢個艾少禮126磅。第二匹配腳4號安晴，配呢個潘頓126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八賀飛駒、8號當年情。第9場3班1000米，馬膽係10號快靚王，配呢個艾少禮119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11號北地烈馬，配呢個潘明輝119磅。第二匹配腳1號英雄豪傑，配呢個布紋13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添開心、7號交學費。第10場3班2000米，馬膽係3號共享富裕，配呢個布紋130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8號金主，配呢個艾少禮119磅。第二匹配腳10號8000財星，配呢個潘明輝117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青雲龍區、1號愛心神區。第11場3班1004米，馬膽係11號綠野飛馳，配呢個韋紀力120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12號嘉應巨星，配呢個潘明輝119磅。第二匹配腳7號南區之星，配呢個艾少禮12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增強、8號喜尊龍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